来乡亲啊，最近有一出8点档合作《阿姐》真受欢迎。演员张瑞佳讲，拍这出戏真挑战，演一个渔民为养殖销售价加工杀白鱼，一条龙拢总爱学会晓。再去一个起床就浸离的鱼温啊，一直互跳起来杀白鱼拍到，是拍甲内伤真狼狽。伊讲第一届到家己来拍戏，这个拍就是半冬，在地人的热情，互伊印象深刻。这段电杀白鱼一直咧喷，总共出动8种汉，才勉强有法度将鱼网啊游叮当。就算张瑞佳身在景仰，也毋过伫戏内底，伊也是红脸讲给春大大。我觉得我可能把10年份见识沐浴的这个书这个次数都一次，已经对他已经完全的无感了。第一摆到家己拍戏，这拍就是半冬。挑战演一个渔民，印象上深的也是一透早就爱浸伫鱼温内。志航阿北有被打到，他说还蛮痛的，力道很大，所以他好像有点内伤。他有讲，因为那个鱼很多，然后就这样打来打去的，然后那个鱼池的水这样一直乱喷，这样我就觉得很怕吃到那个水，你知道吗？看到我伫个人鱼哦，为着要互杀鱼惊到，互伊清肠消毒。然后咧，肠仔内底哦，才无啥物件，啊，食起才会脆，才会好食，才无讨味。啊！想要做渔民无这么简单，小小的美感拢得爱掌握。杀白鱼为养殖到贩卖，再来到加工，全部拢爱学。这落雨天嘛要做事啊，你敢有法度？伊伫点头，干怎惊买当承受？实际体验渔民的生活虽然辛苦，也毋过为着展现关键关闭家己的在地文化，大家拢真拍拼，嘛要互民众也感受到职业精神的坚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